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没什么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跟他谈过了？还没呢。我知道你最近确实比较烦，你和唐敏熙的关系确实是需要调节一下，否则后面的事情更难办。我当然知道。啊，我还有个事儿找你。我现在还挺忙的，一会儿我去找你，行吗？哎，你把公司的第一笔生意的所有的资料给我拿过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也不要备份。对，谢谢。林总，您要的资料。啊，放在茶几上吧。林总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了，谢谢。这个单。哎，输了。哥，又输了。